间一天一天咧过，真紧中秋节嘛搁要到啊！每一当中秋的时阵，大部分的厝人拢会团圆来烘肉，搁有食月饼。因为旧年东东餐饮的月饼礼盒反应真好，今年特别沿线旧年的飞上月球的月饼。今年嘛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介绍比照旧年无调整，互民众伫咧做好防疫措施的前提之下，伫今年嘛会当欢欢喜喜来过中秋。大家好，好快哦，一下子中秋节又到了哈。虽然说都是在疫情当中，但是我想仍然一样，这么重要的节日，我们还是要有一点仪式感啊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在今天呢，要跟各位介绍一下东东今年一系列的产品。好，首先呢，各位可以看到，我们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哈，所以我们今年缩减了量。然后呢，同时也把价钱更亲民了一些，因为我们知道大家都变穷了啊，所以我们为了让大家能够过一个比较快乐的中秋节，我们把价钱都降了，比去年更低。除了中秋月饼以外，还有其他的礼盒会当做选择。今年拢总推出了14款中秋礼盒来提供给大家参考。东东餐饮希望让民众有一个有甜有圆满的中秋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